嘅路程，大熱暫時顯示係2，準備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並排出閘嘅，咁啊稍稍褪咗喺後邊呢，係嗰隻爆出美麗嚟嘅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位置呢，就係呢隻東方飛影啊，響埋邊啊青春力量啊，外邊啊龍澤飛區藍衫黃帽，外邊仲有隻醉風雲啊，大約跟住個第5位啦，出邊粉紅眼罩就係呢隻江南勇士啊，中間黃衫大約第5位仲有平海之星啊，後邊個5匹馬好運寶馬啦，尾4係風火行雲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爆出美麗駕勢奇葩，暫時殿後。 灰馬係嗰隻咧富起來嚟㗎，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咧係呢隻醉風雲喎，響外邊係龍澤飛區啊，埋邊第3位嘅馬咧有青春力量啦，黃衫第4係東方飛影啊，第5位黃衫嗰匹咧響外邊有平海之星，埋邊係好運寶馬3搭喎，江南勇士俾人頂咗出邊粉紅眼罩嗰匹啊，後邊4隻爆出美麗，來難尾4，中檔尾3風火行雲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駕勢奇葩啦，同埋一隻係富起來嚟㗎，好啦。 過埋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咁啊大家都定咗位嘅咯，放咗出嚟有呢隻就醉風雲嘅，跟住喺第2位係龍澤飛區，埋邊第3啊青春力量東方飛影，第4外邊第5啊平海之星啊，內欄第6有好運寶馬，粉紅眼罩響外邊呢都仲係俾人頂緊啊，江南勇士中間呢仲有風火行雲啊，等入邊喎，粉紅衫粉紅眼罩爆出美麗，掟出去大外檔呢就江南勇士攝入邊係富起來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咁啊青春力量喺埋邊啊透出咗，外邊平海之星追緊上嚟啊！入邊捐窿捐下上嚟，仲有隻爆出美麗，中檔位置就東方飛影啊！出邊追係駕勢奇葩，最後100零米啦！青春力量咧走甩咗1個身位噶啦，中間又爆出美麗，數出嚟有東方飛影、平海之星，接近終點先拔頭籌係青春力量啊！跑第2名爆出美麗，第3名嘅馬呢，中間有東方飛影，外邊呢係平海之星啊！咁啊結果頭場賽事都係沿欄走嗰啲馬呢，着數少少喎。 青春力量結果先拔頭籌啊！爆出美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手錶之星，中間係關鍵所在嚟㗎。咁啊銀河勇士走埋上去，外邊黃衫走埋上去，仲有隻加冠王啊，內欄紅衫淺藍帽，大約第4位到啦，就金創福威啊，出邊紫色眼罩呢，仲有拍馬蘭追啊。咁啊馬林中間粉紅衫有型人啦，內欄紫色衫黑魔陸小鳳啊，後邊嘅馬啦，咁啊分別有呢隻彩虹7色啦，出邊尾5啊，咁啊粉紅眼罩嗰隻啊特別美麗啊，後邊4隻牛精豪情，尾3呢就幸運多彩，尾2長風小子啊，暫時殿後花香月明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銀河勇士啊貼欄放，加冠王埋咗嚟第2㗎啦，第3位外邊有手錶之星啦，博入邊呢，咁啊就係嗰隻金創福威啊，外邊有拍馬蘭追啊，後多層馬林中間有陸小鳳啦，出邊呢，咁啊見到個關鍵所在有型人啊，最出啊仲有隻特別美麗添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銀河勇士仲有少少優勢，金創福威幾個箭步立咗上嚟將佢追過喎，出邊追有特別美麗，埋邊啊陸小鳳啊，再穿入邊上嘅馬呢，仲係隻彩虹7色啊，最後100零米金創福威拋離對手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彩虹7色，幸運多彩跑埋個第3添，第4名嘅馬就近啦，埋邊銀河勇士中間陸小鳳，陸小鳳第4嘅機會似乎高啲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金創福威拋離贏馬添啊，第2名黃旗舉隨死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有同心同樂魔界喎，外邊呢，咁啊藍衫進佔第3位有超風速啊，出邊橙帽呢，咁啊仲有前衛火影啊，外邊仲有2隻啊，紫色衫就係綠野飛馳啊，最出係做好自己啊，內欄藍衫呢就長龍區啦，後多浸內欄黃衫呢就金晉星，中間紅衫有紅當當，出邊花歌猴王啊，尾4藍帽嗰匹係標之星河啊，後邊3匹馬人人有餘博愛先鋒啊，暫時殿後係戀愛狂嚟㗎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做好自己嚟㗎。咁啊，跟住響第2位啦，外邊係綠野飛馳啊，內欄第3啊同心同樂啊，花果猴王外邊走上去喎，內欄第5有長龍區，中間第6就魔界啊，出邊係超風速啊，後啲㗎嘛，中檔橙帽呢，黑色臂箍前衛火影，外邊標之星河啊，等入邊呢，仲有呢隻金晉星同埋人人有餘啊，大外檔係博愛先鋒同埋呢隻呢就戀愛狂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都仲係呢隻做好自己啊。中間位置攞好平衡啦，就係綠野飛馳追佢，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有同心同樂啊，出邊標之星河爆緊上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博愛先鋒長龍區，最後100零米綠野飛馳透出咗，外邊標之星河喳喳聲上緊嚟，最後50米外邊標之星河去勢都相當勁，終點前將綠野飛馳趕過咗，跑第3名嘅馬埋邊穿上嚟，人人有餘。
第4名同心同樂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標之星河力追埋邊嗰隻綠野飛馳，頭2名都掟甩晒㗎啦。第3人人有6啊，最死步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武林密碼快喎。咁啊，見到外邊位置咧，仲有健康愉快啦，淺藍衫嘅最出黃心嘅太陽勇士，內欄第4咧就笑傲江湖啊，中間第5位就開心寶寶啦，後啲嘅馬啦，咁啊有但求開心內欄嘅尾5到啦，拍住佢仲有進跑得啊，後邊3匹馬神虎龍區啦，咁啊紅衫尾子咧就進步騰飛，暫時電流係勁進輝煌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健康愉快，慢慢咳下咁樣埋咗嚟㗎啦。第2位內欄位置係武林密碼，響外邊有太陽勇士啦，笑傲江湖橙衫已經咬住第4啊，第5位外邊白色帽開心寶寶埋邊但求開心啊，後邊4隻外邊數入嚟啦，神虎龍區進跑得啊，尾子係進步騰飛啊，暫時電流黑衫要攞出去外邊啊，係勁進輝煌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健康愉快佔先少少嘅太陽勇士外邊逼近啲㗎啦，咁啊見到攞咗出去3位啦，笑傲江湖響中檔埋邊黑衫呢就武林密碼中檔追㗎嘛，有開心寶寶啦，馬林中間但求開心啦，出邊上咗少少係勁進輝煌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埋邊位置太陽勇士喎，中間追上嚟有笑傲江湖啊，外邊係開心寶寶，出邊但求開心亦都展開衝刺，埋邊進步騰飛，最後100零米笑傲江湖透出，但求開心越逼越近，200碼相當接近第1名，埋邊位置笑傲江湖上1400。係咪有機會到先啊？外邊但求開心，亦都逐步蠶食上嚟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太陽勇士黃衫嗰匹啊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嘉應高升應聲彈出啦，隔離拍住佢仲係幸運有你啊，中間賢者無敵搶啦，出邊維港智能最出仲有隻魔術控制啊，內欄呢就永進劍豪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袖呢仲有隻美麗第1啊，外邊啊火奔馳啦，尾5位置就係呢隻李健夢境啊，尾4係金鑽貴人啊，後邊3匹馬野田冰封啦，賢德之君啦，暫時電流係驕陽名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魔術控制就貼欄放嘅，第2位有維港智能啊，內欄第3隻賢者無敵啊，第4位合火奔馳啊，第5位咧埋邊咧仲有榮進劍豪啦，響出邊咧仲有呢隻就嘉應高升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美麗第1啦，馬林中間咧仲有李健夢境啦，再後邊噶嘛，黃衫隻金鑽貴人掟出去大外檔嗰邊咧就係幸運有你啊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嘛，魔術控制啊，中間維港智能追緊佢，外邊嘉應高升一俾落去就有啦，再見到外邊追嘅嘛，仲有李健夢境後邊噶嘛，仲有驕陽名區啊，再後多層係金鑽貴人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以一個非常無敵嘅姿態收姜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真係認真厲害啊！今場賽事仲要有少少改咗個跑法啦，大約跟住個第4位入彎攞咗出去中檔嚟追啊！而今場賽事直落已經贏晒3場噶啦。首先係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再嚟攻下咗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主席短途獎成功，咁啊真係3料冠軍，成為3冠短途王，4個字形容晒實至名歸。2025短途馬王噶啦，嘉應高升贏完呢場，直指10月份澳洲嘅珠峰錦標。李健夢境翻嚟跑過第2，驕陽名區第3，跑第4名係賢者無敵。今季就8戰全勝啊，追平咗美麗傳承個紀錄啦。真係誇張啊！贏馬姿態收姜都贏緊成2個馬位啊！今次仲要係守住第4、第5位，然後入直路同你追，點跑都得啦。其實頸內史未換腳，一樣照贏。因為呢早段呢，其實賢者無敵潘明輝有諗過點跑喎，其實佢好快㗎早段，咁啊幾叻喎，有個第4應該幾好分㗎喎佢，過100倍馬。黃旗居佢起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大回報少少慢咗啲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就中間位置有泰勝區啊，咁啊中檔呢有標之極光啦，咁啊出邊走上係龍之輝嚟㗎，內欄第4位紅眼罩有非凡達啊，外邊藍衫天星呢亦都進佔個4、5位㗎，後多層嘅馬啦，真心傳奇粉紅衫大約跟住個6、7位到啦，外邊嘅埋邊呢仲有順城之星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耀寶啦、大回報啦、尾3橙衫嗰隻係增強啊，拍住佢外邊有正氣清區暫時
殿後係3強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龍之輝一馬當先啊，跟住第2位就標之極光啊，泰盛區第3，天星第4，埋邊第5，非凡達第6，外邊真心傳奇馬林中間黃衫粉紅帽呢，仲有順城之星啊，再見到馬林中間揾位大白鼻梁嗰隻係增強啊，外邊追呢，仲係耀寶嗰啲馬，最後300米到啦，龍之輝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外邊真心傳奇就越逼越近啊，中檔位置有呢隻非凡達，埋邊啊標之極光，後多層先有增強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龍之輝，但係真心傳奇外邊已經湧咗上嚟啊，咁啊接近終點，真心傳奇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龍之輝，非凡達第3，天星跑第4啊。結果今場賽事細隻啲㗎，細隻好多添啊！真心傳奇都喺外邊冚啦，咁啊結果就衝上嚟贏馬，咁啊龍1哩賽1600米嘅路程準備。好嚟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紅運帝王啊，遨遊氣泡已經喺較前嘅位置㗎啦，放咗出嚟添啊！咁啊中間呢，有呢隻御皇贊助走咗上去啦，外邊灰馬喺嗰隻地神力啊，內欄紅衫呢，咁啊有呢隻竹苑啦，馬林中間白衫黑帽就係樂觀派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內欄永遠美麗啦，外邊呢，仲有呢隻明合啦，尾五位置係越進歡欣啊，暫時後邊嗰4匹馬陽光勇士禪星輝煌啊，美麗同響尾二啊，暫時殿後係標支銀河嚟㗎，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出嚟跑喎，係呢隻紅運帝王嚟㗎，外邊遨遊氣泡已經咬住第2啊，埋邊第3紅衫係竹園啊，第4位出邊係地神力，中間第5藍衫御皇贊助，內欄第6永遠美麗，中間第7呢仲有樂觀派，外邊呢就係明合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陽光勇士啦，尾4位置係越進歡欣啦，後邊嗰3匹啊，美麗同享禪星輝煌啊，慢慢攞咗出去啦，就係呢隻標誌銀河嚟㗎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紅運帝王仲係佔先少少嘅，遨遊氣泡3幾嘅字步咬咗上嚟啦，埋邊位置竹園啊，再見到攝入邊追，有永遠美麗啊，中檔位置地神力啦，樂觀派沿住個中檔穩位，大外檔追上嚟，有標誌銀河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遨遊氣泡啊，埋邊紅運帝王仲有喎，中間係竹園啊，出邊追上嚟仲係越進歡欣，大外檔係標誌銀河，最後100零米，紅運帝王壓住咗遨遊氣泡，最後50米，遨遊氣泡又上翻嚟，噏上噏落，埋邊係紅運帝王，出邊遨遊氣泡噏上噏落，就睇下邊隻有機會贏出呢場大賽啊！咁啊真係鬥得相當刺激啊！最後200米，埋邊紅運帝王，遨遊氣泡，陽光勇士出邊係竹園，最後嘅路程準備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嗰隻咧白衫係球星嚟㗎，前面應聲彈出咧就係呢隻贏家，咁啊見到外邊呢走咗上去喎，就係嗰隻百河飛區嚟嘅喎，咁啊再見到啦，大約第3位有智取神區啊，內欄紅衫第4位呢就奇力區啦，外邊係劍琴高奏嘅，中檔第6位有安晴啦，再後邊黑衫大約尾5度啦，有歌里巨人啊，後邊4匹馬球星啦、直線力山啦，尾位置係自由島啊，暫時殿後係先見嚟㗎，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咁啊好順利放咗出嚟跑呢，就係呢隻贏家，跟住響第2位啦，就係百河飛區嚟噶。咁啊第3位有智取神區啦，劍琴高就跟住個第4啊，第5位紅衫內欄位置就奇力區啊，第6位嘅馬有安晴啦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分別有歌里巨人，尾4位置係球星啊，外邊自由島黑衫呢進佔尾3路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直線力山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先見嚟噶。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處啊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都冇乜喐過噶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贏家，擠離咗大約有個半2個馬位到啦，跟住第2位就百河飛區啦，第3位嘅馬埋邊係智取神區啊，外邊劍琴高奏呢亦都上咗去啊，再見到內欄第5就奇力區啦，咁啊中間位置就安晴啊，響外邊係自由島啊，後邊4匹馬歌里巨人球星，尾子位置橙帽呢有直線力山，響外邊黃衫嗰隻呢應該鬥大外檔啦，係先見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呢透出嘅馬都仲係呢隻贏家，百河飛區越逼越近啊！劍琴高奏亦都外邊冚噶啦，沿欄追有紅衫嘅奇力區，最出嗰邊就係先見追緊上嚟，馬林中間仲有安晴啊！最後200
200米到啦，健琴高就已經係脫穎而出啦，後邊有百賀飛駒、袁蘭追上嚟噶嘛，仲有奇力區、大外檔追上嚟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先健嚟噶，最後100零米，健琴高就拋離對手，贏出呢場富衛保險女王杯啊！跑第2名，外邊係先健啦，入邊奇力區第3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百賀飛駒，咁啊中間仲有安晴，出邊球星幾隻馬就相當接近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健琴高就入彎就已經3踏網空進佔第3位，直被陀堂9場賽事3班千六，大熱暫時係10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開心5月係比較快嘅，內欄有鐵金剛啦，都慢慢 hold 住噶啦。中間粉紅衫都靈星球，外邊阿基拉啊，大約中檔第5位到啦，仲有巴閉仔啊。咁啊再跟住綠色衫，咁啊第6位嘅馬呢係飛輪步啊。內欄位置有99為尊，中間龍城精將，出邊係大浪淘田啊。後邊5匹馬啦，共享富裕呢就藍衫紅帽響尾5內欄嘅，後邊嗰4隻晴皇啦勁步速啦，出邊位置金盛明佢係網空。暫時殿後係貼咗欄嗰隻桃花雲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柱啊，咁啊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呢隻開心5月嚟㗎。跟住第2位都靈星球啊，內欄第3嘅鐵金剛，中間第4阿基拉啊，響外邊望空咗。第5位係飛輪步啊，內欄第6呢仲有99為尊，中間啊巴閉仔啦，內欄藍衫紅帽共享富裕啊，中間紫色衫響個馬林入邊呢，紫色帽嗰匹啊，龍城精象啊，外邊白衫紅袖大浪淘田啦，後邊4隻金盛名區啦、晴皇啦，尾子呢就桃花雲響內欄，咁啊褪咗喺後邊呢，勁步速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開心5月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見到都靈星球越逼越近㗎啦，移咗出嚟中檔追，有鐵金剛後多層呢，等緊位99為尊啊，反而共享富裕響中檔已經揾到位追緊上嚟啦，最出嗰邊有大浪淘田大外檔金盛名區啊，最後100零米共享富裕已經係透出咗㗎啦，埋邊位置係鐵金剛，外邊係大浪淘田，中間呢就99為尊，接近終點共享富裕贏啊，跑第2名㗎嘛，相當近啊，外邊大浪淘田，入邊鐵金剛，第4名係99為尊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到細細隻嘅馬，曾經健康出現過問題，咁但係一樣能夠贏馬，係共享富裕啊，跑第2名，終點嗰步外邊大熱暫時係14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呢就美麗邂逅啊，中間呢就哈羅威噶啦，中檔第3位嘅馬有暴風之子啊，響外邊輕功猛男啦，最出白衫紫色眼罩呢，仲有光年80啊，內欄灰馬大眾福星，外邊川河碎區啊，後邊嘅馬啦，咁啊見到馬林中間就滿歡笑啦，咁啊內欄有呢隻銀亮奔騰啊，咁啊尾5到啦，外邊啊八駿福星，尾4呢就安泰啊，暫時殿後3匹馬分別有呢隻就奮鬥心、紫荊歡呼啊，咁啊暫時拋咗落尾嘅馬陽明天空嚟㗎，好啦，轉呢個呢就係香港太遠灣啊，美麗邂逅就放頭嘅，外邊走咗上去嘅馬呢，有呢隻就光年80啊，落後呢大2個身位到啦，哈羅威跟住個第3啦，第4係輕功猛男啊，內欄第5灰馬大眾福星，中間橙色眼罩暴風之子啊，響出邊呢就川河碎區啦，馬林中間綠色就滿歡笑啊，咁啊內欄嗰邊仲有銀亮奔騰啦，等入邊㗎嘛，仲有安泰掟出去外邊追係滿歡笑嚟㗎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美麗邂逅第2仲有1個馬嘅優勢啊，咁見到內欄傳上嚟喎，大眾福星啊，中間有粉紅眼罩嘅哈羅威，外邊啊川河碎區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滿歡笑啊，最後100零米內欄打咗上嚟係大眾福星啊，中間美麗邂逅，外邊啊哈羅威，最後50米都袁蘭傳上嚟，大眾福星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噏上噏落啊，埋邊美麗邂逅，出邊哈羅威，咁啊睇下邊隻第2嘅機會高啦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銀亮奔騰啊。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大眾福星咁啊經過莫雷拉摸咗一場呢，今場嘅發揮更加得心應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